来，咱有咧部分的乡亲爱注意咯，即摆一寡大都市的顶仔骹拢袂当部分咯。台北市甲新北市已经开始咧做，若伫顶仔骹部分拢会开红单。啊，若高雄即个月嘛开始取缔罚钱。除了便利超商甲咖啡厅的顶仔骹禁分之外，各大素食店的顶仔骹嘛拢禁分。啊，这个高雄市新规定就路的头一天是开出着5张的罚单。超商的顶仔骹咧食薰，一支线一支。画面内这位男子连续咖啡厅食薰配饮料咧消磨时间，但是准备接罚单。警察卫生局的人员拢围过来，除了台北还有新北，即马伫高雄连锁超商、咖啡厅食薰拢会开罚。这次高雄还佫加入各大素食店，想要伫顶仔骹食薰的代价真正袂少。一共稽查了83家，然后取缔了5位个行为人，2000块到1万元，不等。只要不要在骑楼还有屁廊部分去进行抽烟的状况的话，就不会被开罚。新规定上路，罚单上少就要2000块，反对甲支持的拢有。互人感觉讲，食薰袂输比食毒更较可怜。食薰的人真正无人权。较袂妨碍着人无食薰的人，迄个骑路咧行路的人，室外离较远嘞，较无人的所在就会使。要营造一个无薰的环境，除了唔通互这个薰味飘入去店家，嘛是要互更较侪行路的人免受到二手薰的危害。